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日是6月30日，咱的6月份已经到最后一天，希望上帝来帮助咱。险在疫情还未完全来消失，总是咱渐渐看见咱的咱的国家、咱的环境、咱的社会也渐渐重要已经往即个恢复的路来行，所以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紧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，互咱会望无地到见效，互咱会当知影主上帝帮助咱。上帝抑阁将真侪事工交代互咱来去完成，伫即个末世的时，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紧紧来传福音，互真侪人会当来认捌上帝。咱今仔所要看的经文是伫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9节。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9节。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逐工早起的灵修会当对上帝话来得到帮助。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9节，若有圣经，请咱做伙来读；若无，请兄牧师直接来讲这段圣经。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9节，已经到学生的所在，就看见规大群人围因，也有经学士甲因辩论。人看见耶稣念伊大戆影，走来就近伊，甲伊请安。伊问因讲：“恁甲因辩论啥物？”众人中一人应伊讲：“先生，我有带我的囝到你遮，伊犯着恶狗的神，无论伫啥物所在，掠伊就甲伊摔倒，伊就流烂咬起，搁打起啦，搁打落去。我捌请你的学生赶伊，也因袂会。耶稣应讲：哎呀，无信的世代啊！我要甲恁住哪久啊？我要吞忍恁到哪久啊？带伊来就近我，因就带伊一个，看见耶稣，迄个鬼念伊，互伊大抽脱，就倒伫涂骹，并来并去。流烂。耶稣问伊的老爸讲：“伊犯着即个哪久啊？”讲对细汉的时，豆豆将伊迄落火，迄落水，要灭伊。总是你若会做啥物，就怜悯来帮助阮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怎样讲？你若会啊？有信的人，伫逐项拢会。”囡仔的老爸念伊后叫讲：“我信啦。我所信无够的，你着帮助我。”耶稣看见规群人行活来，就责备迄个邪神，甲伊讲：“你恶狗臭耳人的神啊！我命令你离开即个人，无搁入伊。”迄个神后叫，大手勒伊才出去。迄个囡仔亲像死一样，地教人较侪讲，伊已经死。若是耶稣牵伊的手，扶伊起来，伊就起来入厝。伊的学生暗中问伊讲：“阮袂赶伊是怎样？”伊甲因讲：“若毋是用祈祷，即类就袂得医出。”阿们，愿上帝祝福伊的话，甲听伊话的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若看见今仔即段圣经，欠彩咱会小可着惊，因为耶稣来赶鬼。总是即个赶鬼的时，即个鬼是互人恶狗，互人会臭耳人的。总是耶稣来赶鬼的时，伊就甲伊的学生讲，即类的鬼就爱用即个禁食祈祷来赶伊。总是伫圣经的内面，咱就看见伫禁食的祈祷是啥物款的祈祷。如果咱有圣经，咱就会使来掀开伫以赛亚书58章的3节到第9节，才有记录着。伫古早时代，以色列人因怎样啥物叫做真正的禁食祈祷？所以以赛亚书58章第3节到第9节内面，就讲到要怎样来互人得到透放。兼且这是禁食祈祷的一项真重要的事。所以耶稣劝伊的学生，要赶即类的鬼，就爱用禁食祈祷来赶伊，常时凭着信心来赶这鬼。所以
耶稣对着即个下教的即个囡仔，伊的爸爸来安尼讲，即个爸爸欠彩，伊知影无法度来救伊的囡仔，总是伊讲甲耶稣讲，伊讲我信，但是我无够会求你来帮助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有当时咱的信心欠彩无够，欠彩咱需要主耶稣的帮忙，互咱知影主耶稣才是咱信心的总源头。咱需要有主遐来的信心，愿主来帮助咱来看见伊逐项拢会做。靠着主耶稣，咱会当来赶出遮个邪神，或遮个歹个离开咱。所以，愿望上帝来帮助咱。当咱感觉咱的信心无够的时，愿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靠着主耶稣，搁较有信心。咱的祈祷靠主会当来得胜，会当来赢过遮个邪神，会当来赶鬼，会当用权柄祝福咱的权柄来，互遮个歹个离开，互遮个无好个会当离开咱的所伫的所在。愿望上帝来帮助咱。凭着信心来赶走遮个鬼，凭着咱的敬遮个祈祷，互人得到透放。希望上帝帮助咱平安。